倫敦由霧都變到清空氣之路，進步好大，但仲要走得更遠。霧都呢個名曾經係倫敦嘅象徵，其實唔係詩意嘅薄霧，而係混合煤煙同廢氣嘅毒霾。1952年冬天，逆溫令污染冇得逃，城市陷入昏黃，5日之內上萬人死於呼吸困難。嗰場大煙霧令英國終於醒返。1956年清潔空氣法案出台，燃煤取暖逐步淘汰，無煙區陸續設立，倫敦開始重生。70年後，天光再次照入呢座城市，低排放區同超低排放區先後啟用，高污染車輛被迫退場。2023年 ULEZ 擴展到整個大倫敦區後，氮氧化物濃度下降近一半，電動車遍佈街頭，黑的士有一半已經改為零排放型號，能源結構轉向天然氣同再生能源。地鐵同公車愈來愈潔淨，倫敦唔再係人哋印象中嘅煙霧城。不過成績唔代表終點，空氣污染仲係奪命。世界衛生組織估計，每年約800萬人因此早逝。英國研究指出，單係2019年就有近5萬宗死亡同污染有關，倫敦每年約4000人因此喪生。呢啲數字唔係警告，而係提醒空氣改善咗，仲未乾淨。倫敦嘅經驗值得肯定，亦都應該被複製。曼徹斯特、伯明翰、布里斯托仲困喺擁堵同廢氣，地方政策遲疑，民意分裂，空氣冇邊界，污染唔分南北。如果淨係倫敦可以呼吸清新，其餘城市仲被煙塵籠罩，所謂環保只不過係地圖上嘅幻象。真正嘅進步係想像一個冇排氣喉嘅時代，街上所有汽車都靜靜滑行，只有輪聲同風聲。我哋嘅子女或者佢哋嘅子女可能會問：你哋點樣可以喺咁骯髒嘅空氣入面生活？到嗰時呢個問題可能聽落難以置信，都正應如此。倫敦由霧都變到清都係政策同科技嘅勝利，亦都係文明嘅自省。但藍天唔係永久，潔淨都唔係宿命，唯有持續執行，全國並進，先可以確保呢座城市唔再重返霧影。乾淨嘅空氣唔應該係特權，而應該係基本人權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贊同、訂閱胡思動明頻道，下次再見。